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。昨暝平安夜是请来到萧敬腾做贵宾。萧敬腾本身笑，讲家己是听五月天的歌大汉的。萧敬腾过来拍纳凉哦，讲这个周杰伦甲伊呛讲，只有伊会当来代替掉周杰伦的位置，互大咖是笑倒一大片。五月天的演唱会嘉宾萧敬腾一个出现，气氛有够热。歌声和现场人听甲如痴如醉，一个唱煞随恢复本性。有点紧张哎，不知道看到小时候的偶像。讲伊嘛是五月天的歌迷，萧敬腾接受五月天的诱拐考验合唱听的时，伊感性甲强要哭。因为我想到我第一张专辑，有我的哥哥在里面帮我写歌，平安夜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平安，是不是？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哭。我们是不是要多唱一首歌，让大家都不要哭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说好不哭吗？讲到这，就是要决定唱一首讲好卖哭，是讲真的只有我能够代替他的位置。没有剪下来，没有，我是说，现在就只有我在这嘛，不然你叫他来啊。趣味活动和大咖的人一直笑，周杰伦虽然人无伫现场，也不过一直互人讲到，互人期待讲说来演唱会嘉宾会甲五月天产生新款的效果。